最近的冷气团是一波接过一波，梅花嘛开始咧大开啊。北部上大梅花园伫咧桃园的甲板山，昨昏出现袂少赏花的人阵。环管处讲，甲板山的梅花季举办到今已经是第9年啊，每一年拢成要14万人来遮行搭。目前大开的梅花差不多是5成至6成，民众若是想要来赏花，会当趁即阵哦。白色的梅花开甲真水，经过一波一波加温了后，桃园复兴区甲板山行馆梅花开5至6成左右。因为拄好是假日的好天气，不少游客真欢喜上山赏花，摕手机啊一直翕。台湾没有什么下雪，可是它就是有一个梅花的这样子洒落下来以后，有另外一个意境，都很漂亮啊，都很漂亮，人潮还蛮多的。一个礼拜来应该会满开了，很漂亮。因为它还有和那个含苞待放，梅花香味很香，然后很高雅，所以心情很愉快。甲板山行馆梅园有2公顷宽。民国50年开始种梅花，种296丛梅树，是北部上大的梅园。环管处表示，虽然今年寒流无够强，嘛无够久，无熊熊大开，看到规片白色的感觉。不过梅花是慢慢啊开，花期嘛会较久。预计下周是最佳赏梅的一个时机。我们在脚板山的地区呢，也有2支的即时影像，民众可以在即时影像先行看到花况。之后再来上山。甲板山为2015年举办梅花季活动已经第9年，平均逐年拢会吸引14万人来参加。环管处建议民众，若是出发赏梅花进前，会当先到桃园智慧旅游云 YouTube 的频道，了解甲板山第一手梅花花放的资讯，也会当看景区的天气、人的多少，也甲停车状况等。袂当到现场，嘛会当伫线顶欣赏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